今天我诚心的邀请你，来跟着我干。我给你一个副局长。没错，金师哥，弃暗投明，善莫大焉。说得好极了，弃暗投明。日本人长不了，要不你回来吧。我手上有共产党人的血，我回不去了。如果金政委考虑接受我的建议，来当我的这个副局长，你提的要求，咱俩可以从长计议。但是今天你要非逼我把你杀了，我就真的回不去了。在这里杀我？不急，你们两个人先喝粥。真好，还能跟你坐在这里吃碗粥。我给你盛粥。亲人的手，温暖的粥。上天待我不薄。金师哥，Summer 姐求我保你一命。不可能，立夏不是惺惺作态的小儿女。这种话，你留着骗别人吧。你应该相信我呀，我是真心想救你。我已经跟邝景辉说好了，只要你说出你在广州跟谁接头，还有你们游击队的营地，我们马上放了你。你听我唱了那么多戏，戏台上的忠臣良将都是假的吗？那是我们列祖列宗传下来的脊梁。既然有幸唱过他们，演过他们，我又怎么能给他们丢脸呢？哼，金慧荣，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，你是不是也得为Summer姐考虑一下？嗯，你身后一共有3个坑，不只是为你一个人准备的。人生并不是演戏，这今天谢幕了，明天还能再开。你要是死了，那可就什么都没了。千载萬族重新生，烈火焚燒玉等閒，粉刮碎身魂不怕，要留千百在人間。此地甚好。哥，我不想活了。你嫂子走的时候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可我听见她跟我说，你得活着，所以我就活到了现在。妹妹，你要真想死，哥也拦不住。但我劝你一句，就算是要死的话，
也得挑一个好的死法。我教过你。慢点啊！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得想办法尽快帮我搞几张通行证。这好说呀。我照片。什么意思？山河，你兄弟的身份你也知道，这是组织上的安排。去哪儿啊？磐石的难民营。我能问一下具体的计划吗？是这样，我们的计划是进到磐石屯难民营，配合我们里面的同志，破坏掉小鬼子的细菌弹。你的任务是配合我们的同志，疏散那些难民。我疏散没问题，但是你们进不去。我告诉你，山河，这是上级的命令，进得去也要进，进不去也要进去。二弟，你要的通行证我搞到了，但我不会让你有机会用上。抗日没有错，爱国也没有错，但哥哥还没有倒下，这件事儿得由我来做。如果我没做成，二弟你再接过来继续做。国仇当前，个人安危荣辱均可放下，放不下的是小妹，知纯知信，知善知亲。小妹，孝敬为国牺牲，你心里边的苦我懂。我们都失去了最爱的亲人，亲人并没有走远，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等着我们，闭上眼睛就能看到。已经过去这么多年，每一次想念阿芳，这脑海里就会浮现。对了，我没有给你们留下钱财，在沙面的洋行保险柜里，我存了一些医书和药方，这些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。你说人家在我们这开保险柜都存些金银细软、股票证券，就你存这么一大堆书。对我来讲，这些都是宝贝，是留给中国人的宝贝。宋世莲，以前你们红鱼帮的帮主。袖口上有这种图案的衬衫，是宋大哥为每一位兄弟亲手定制的。他活着的时候啊，我们俩在一起做生意，每个月呢，我会给他提成，他就会拿出来养活他几千个兄弟，还有他们一家老小。后来日本人来了，他被害了，照例每个月我还会拿出他那部分的提成，替他来养活这几千个兄弟和他们一家老小。你们应该都收到了吧？收到了，有。那就是我没撒谎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临死那天来找过我，跟我念叨着能不能再为这帮兄弟干最后一票。我没答应，结果他去了。
这几年，再苦再难，我会拿出这些钱，就是为了了他一个心愿。我相信他泉下有知，你们信吗？信。我本来不应该说这些，可我确实遇到难处了。你们可能还不知道，这日本人呢，他们要败了，他们想逃，可在这之前，他们要在广州投毒。据我所知，染上这种细菌，生不如死。这样一来，你们一家老小活不成，我弟弟妹妹活不成，我不甘心，眼看着就要熬出头了。好日子就这么被日本人给毁了，我不干，我就是想跟他们掰掰腕子。可是我一个人干不成啊，所以啊，我就想求求各位帮帮我。也算是帮宋大哥，再有就是帮帮自己，让你们的家人能够安安心心的过日子。但是有一点，我不保证能活着回来。这最近呢，可以说是警示不断。我们还有宪兵连的哨卡，频频遭到陌生人闯关，而且身上携带武器，闯不过去就动手，动手失败就自杀，这可不寻常啊！我感觉是共党要在广州搞事情。给你一个提示，弹石头。怎么又是那个地方？保安部报告说，三国有喜给陈山河申请了几张通行证，但是他们觉得很不寻常，希望我们能帮忙调查一下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在今晚。三国军在里面等你，都走。啊，谢谢，兄弟们，这儿交给你们了，放心吧。陈山河让红一帮配合地下党一起疏散难民，自己则负责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。我的药油送来了吧？我都放好了，这个也给你。以后咱们做生意离不开这个。哎，你说你要专门做军队的生意，还真给做成了，还是你脑瓜子灵。用不着这个了。怎么用不着啊？军队药品供应商，生意做不了几天，你们快完蛋了。说啥呢？我们大日本会输？我跟你说啊，太平洋战场，帝国是节节败退了，可又能咋的呢？你瞅瞅这啥细菌武器。我舅舅一辈子就研究这玩意儿，真把我们逼急了，把这些东西往广州一扔，啊，那广州就得尸横遍野。你想想，谁还敢逼我们？美国人敢吗？我舅舅那是搞这个的高手，要不能让咱们做军用药品供应商啊。帮我拿一下。必须的嘛。还真多亏你了。你就说这些药油吧。你说需要冷藏保存啊？那我直接就送到这间仓库来了，这里有冷藏设备。这些药油能做多少药？能卖多少钱？我怕呀，燃烧不充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燃烧不充分？不是你整把破枪，你咋的？吓唬我一辈子呀要？还有这。
这是真的吗？哎呀，差几秒了，你等一下啊！3、2、1。掩护你先走。快！你要干啥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没打算走。你也别走了，在中国干了那么久的事儿，你走了不合适。翟二哥，我刚才说的话，我可能没说清楚，我重新跟你说。哎，翟二哥，你这样，你只要让我今天出这门，我在你眼前消失，我从此再也不来中国了。我之前赚的所有的钱，我全都翟二哥，我全都给你，好不好？你说的很清楚，我也听得很明白，但是你走不了。不，咱俩合作的不好吗？要钱有钱，要名有名，要名有名，可你什么都不要，那你他妈到底图啥呀？图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自己图什么。我不像你，还有个儿子。啊，你非得问我为什么的话，就当是为你儿子，让他能活得像个人。二弟、三妹，见字如面。此刻写下这几个字，笔重千金。你们的名字，我曾经无数次写过，在报纸的寻人启事中，在药房搅拌的原料中，在心里，在梦里，天可怜见。我们三兄妹能重新团聚，我觉得此生无憾，也能对天上的父母交代。古人云：长兄如父。找到你们，让你们安全生活，是我这个大哥的责任。有时候对你们有所苛责，望你们能理解。二弟从事抗日事业，我虽然担心你的安危，但一定会支持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其实四方就是你要守护的家乡。二弟或对我与三国游戏交往有误解，世人也给我诸多污名，但我问心无愧。所作所为都是为国为家。我已经利用三国游戏的特权安排好了一切，我的所作所为即将见分晓，希望二弟小妹能以我为荣。おい、こちらの書類を全部燃やせ。集まだ、全部連れてこい。貴様、もだもだするな。お前。急げ！早くしろ！早くしろ！早く早く！持ってこい！早くしろ！すんなよ！早く持ってこい！1945年9月2日，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，正式宣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。想想死在你手上的那些中国人，
枪毙你几回都不多。你不配。我能活到最后，是靠我自己的本事。你不配。那你告诉我谁配啊？我把他找来，让他杀你。想杀我，广州城里的任何一个人，都比你有资格。这篇稿子我准备了很久，但是我今天决定不读了，因为广州这座英雄城市给了我太多的感动。你现在是不是在想，我邝庆奎为什么会跟你一样坐在这里啊？而且也得到了这枚勋章。我猜你一会儿上台的时候啊，可能会要求惩戒我这个汉奸。二位，你得好好想想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以后你我同为功臣，凡事我要为大家要向蓝少将学习。第一位，邝庆奎同志。我要报效国家一批西药，价值啊，可以随便开。说白了，我得多拜几个码头。在广州沦陷期间，已经是省会警察局局长的他，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个人荣禄，带领部下打了3年多的游击，受军统委派，假意投降日寇，打入敌人内部，忍辱负重，并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做出杰出的贡献。就算你想扳倒我，也要自己先站稳脚跟才行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邝庆奎同志毕竟是党国的公职人员，他的所作所为也是职责所在。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民间人士，他是我们广州市技艺高超、身价不菲的名厨陈卫。他曾单枪匹马闯入敌人巢穴，并在大汉奸汪精卫的晚餐上刻下了“痛斥汉奸”的标语。我们广州市民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陈英雄。这把便是刻下千古标语的菜刀，之前他一直存放在省会的警察局作为证物。今天我就要把这把菜刀交还给我们的陈卫、陈英雄，请陈英雄上台。好。打倒日本侵略者，把日本人赶出广州，正是我的职责所在。这个奖章展现的是党国对我的肯定与信任，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。老百姓举城欢庆，这样热闹的背景下，我非常高兴，也深感荣耀。美好的今天。
妈，爸，我替你们报仇了。这是李文茂前辈带戏班子起义用的铜钱，你和大师哥都喜欢李文茂前辈，我把它送给你，让前辈好好保佑你。师哥，铜钱我留给你了，这是你的理想，是你向往的大戏台。我只想你好好活着。说不定哪天就辜负你了。别像大师兄那样为天下太平而奔走。
徐南路和麦孝文牺牲在解放战争中。194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1949年10月14日下午6点30分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先头部队从广州北郊公路市区宣布广州解放。10月19日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，开始了城市接管和建政工作。陈卫区长，哎呀，陈卫区长，你看看你怎么跑到厨房去端菜了呀？我这不是想给大家弄几个像样的菜吗？不行，今天啊，必须我来，快给我。小瑞，二哥。路上辛苦了。我坐了1个多月的海船，我再也不想吃鱼了。放心吧，哥今天给你准备的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旧金山有咱们中国餐馆吧？有，我们那儿有一道菜叫唐人城杂碎，我有时候馋了就会带着戏班子去下馆子。这一次彻底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新政府盛情相邀，尤其2、3来给我写信，巴河会馆的前辈们也都殷切叮嘱，我就回来了。回来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又是只回来看看二哥。我师父、干爹、我师哥，还有大哥都在这儿。我走得再远，总会回来的呀。这个是我从小金的墓碑前拿回来的。从今以后，他的理想你来实现。我先说2句啊。各位同志，非常荣幸，广州大酒家能够举办工商界纪念广州解放1周年军民联欢会。这次联欢会是由广州的中医行会、中药行会、酒楼业行会、茶居行会、粤剧、巴河会馆等各行各业15家行会共同举办，并且邀请了驻军代表一同参加，共同庆祝广州解放1周年，庆祝人民安居乐业。下面请陈卫区长给大家致辞。在这里，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：陈卫区长是从我们广州大酒家走出去的。为此，我们广州大酒家感到十分的光荣和自豪。下面有请陈卫区长讲话。
同志们，还有我的这些老战友们，你们好！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，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空座位，这些空座位是留给从抗日战争起，为了今天这一刻流血牺牲的战友们，是他们的牺牲，换来了我们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。请大家起立，让我们敬他们一杯。大家请坐吧。拿起你们手中的筷子，还有酒杯。你们一边享受美食啊，一边听我在这跟你们唠叨几句。咱们广州自解放这1年，各行各业都在飞速的发展，尤为显著的是中药行业，还有粤菜行业。一衣一食，关乎着民生啊！我今天啊，还得知一个好消息，我小妹会带着她的戏班回到咱们广州，充实粤剧行业。咱们各行各业，在当年，哪怕是在日高的铁蹄之下，也是不屈不挠，坚持创新，甚至有些人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也要捍卫行业尊严和民族气节。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呀？海纳百川，兼容并蓄，敢为天下先。咱们呢，就像是木棉树，开花开得绚烂，一辈子能挺拔入云。咱们呢，又像是野草，春风吹过，小雨润过，有的郁郁葱葱。我们终于迎来了新中国，我们迎来了春天，迎来了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份美好。这一切，我希望他们都能看得见。